嗱，即家行到阿哩，你看一個禱告嘅人，或者禱告嘅道，嗱，即家係禱告咯。聖經講，一天實落呢家56節咁樣講到，思想即家係要喜樂嘅心，嗱，所以即家三回你喺度思想係要喜樂嘅心，即家嘅心情唔好用大無辜，要喜樂嘅心，喜樂嘅心，即家心中你要歡喜要快樂，嗱。一天實咧，呢家57節咁樣講到，本要禱告，所以你就你禱告嘅禱，即係禱告。既然嘅禱告不隆重人，聽呢個禱嘅人得到上帝嘅恩典，要不實要痛苦，上帝開了門嘅，家庭都要唔和合，上帝冇處嘅兩公婆嘅心變成一陣氣，變成和合陣氣。要工作唔好，透露唔好，身份唔好，上帝嘅通齊，當佢係求你講，我禱告，所以耶穌基督嘅名，而開了門嘅，嚟晒謙卑，嚟晒相信。得到上帝嘅福，嗱，一天實落呢家58節咁樣講到，切家愛思想要感恩，對於隆重一節，因為到感恩就係上帝合意，在耶穌基督裏面，嗱，所以切家心中的思想每時要感恩嘅心，唔好念，唔好罵來罵去，唔好計來計去，好讓切家出感恩對於上帝，當切家要出感恩，上帝要看顧切家。自家心中的感恩，自家心中的唔係不實，心中的唔係得到苦難，自家心中的要喜樂，要快樂。嗱，一天實呢家59節咁樣講到，一個煉火唔好呢吃，煉火唔好不吃，因為真心也唔好呢吃，真心唔好不吃。喺上帝裏面，自家煉火係辣，真心係辣，自家要獻賜喺齊喺上帝裏面，因為上帝大家同齊，自家感恩，自家上帝要合意對自家。嗱，即係讓自家要感恩嘅心。要喜樂嘅心，要本禱告，煉火唔係不隆重得到上帝嘅恩典，係要照着嘅範圍嚟行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